哈，有1/3呢哈是非客籍的朋友哈，有1/3唔系客家乡亲哈。不过呢，他们呢为了我们的共同的这个音乐梦想哈，呢度呢也给客家音乐的梦想哈，他们也跨越族群以及领域，展现了最美的融合以及协作。由我们的团长邱秀梅好，有请我们的邱团长跟大家挥挥手。好，感谢团长。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的优科歌谣班在上礼拜的时候有参加我们科委会举办的这个南方歌谣竞赛哈，有得到第1名哦，得到这个优等奖哈，哇，非常的不简单哈，也非常恭喜他们。那紧接着呢，他们今天也会带来2首客家歌曲哈，等一下呢会对大家用数也给客家歌曲，接下来呢，我们就向下来欣赏我们的优客歌谣班带来的第1首歌曲《异乡客》。好，我们的优客歌谣班哈，因为呢，礼拜哈都遇到一个表演哈，会用心的去练习哈。虽然呢，我们的声音哈有1/3，而且大家听朋友如果还会热情哈，会用心的传播我们的客家歌谣哦。好，我们的优客歌谣班哈，我非常用心的要来推动我们的客家歌谣。接下来就，我们是不是再次热情掌声欢迎他们好吗？共赏欢迎。
赏，热情掌声，感谢我们的优客歌谣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再拜感谢，比台